即马动物盘咧食的食品甲保健品是800款。虽然动保法有规定，动物盘食的食品标示若不实会当裁罚，不过现在因为定义无明确，致使地方政府杀无涨。今年7月开始，相关的认定原则会实施，明确定义不实或者是伤寒的情形，亲像是讲会当改善观察员等等，上当会当罚15万。替家己厝内的狗仔之星过7岁生日，即物的假期，佫会带之星去宠物活动场地佚佗。即马不少家庭拢甲这猫仔狗仔当作宝，只用的拢甘开大钱。按过宠物用品、保健食品800种，购买时阵都爱注意，若做标示讲有疗效、看待无实在，较会产生疑虑、误导，目睭拢爱被有金。很多洁牙骨都号称呢，狗狗只要那个吃了洁牙骨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刷牙。可是事实上我家狗狗吃了5、6年的洁牙骨还是一样那个没有什么效果。农业部制定相关认定原则，要伫今年7月上路。针对猫仔狗仔食品的标示、宣传还是广告，明确定义无实在，还是夸大样态，像讲是会改善关节炎、预防腰子病等等。明明是食品，却牵涉到宠物医疗行为，这种认定是违法，会当罚3万至15万，也互地方政府有更加明确的执法根据。我去保护眼睛或者是视力保健，那这个不涉及疗效的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说它可以让眼睛发炎去做改善，或者让鼻泪管阻塞可以通畅，那这种已经很明确，它必须要透过医疗或者是一些治疗行为才能够去处理的，那它就不可以标示。甲无明确的所在定义甲更加明确，只是未来亲像伫网络顶一夜式广告，也是透过社群平台宣传，若是出问题是要安怎查？我有动保团体烦恼，未来6都以外县市，若是要进行联合稽查，可能会有人力不足的问题。对这样代志，农业部是回应，已经向行政院申请专案的经费，补充宠物食品的管理人力。目前全台湾已经补差不多90人左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